如果你喺加拿大買樓，而首期 down payment 唔夠2成，根據加拿大嘅法規，你就一定要購買一樣嘢。呢樣嘢就係按揭違約保險。呢個係一個強制性嘅要求，目的係為咗保障貸款機構嘅利益。好多人都對呢筆保險費產生咗嚴重嘅誤會，以為佢係用嚟保障自己嘅利益，例如保障你嘅資產，或者喺你還唔到錢嘅時候提供幫助。但係事實並非如此，呢個誤解非常普遍，而且潛藏住巨大嘅風險。呢個誤會非常危險，因為一旦你真正遇到財務困難，你可能會發現自己並冇受到預期嘅保障，隨時令你付上好大嘅代價，甚至可能影響你嘅物業擁有權同個人信用評級。今日我哋就喺深入拆解由 CMHC、Sagen 同 Canada Guarantee 呢幾間主要保險公司提供嘅按揭違約保險，佢哋背後隱藏咗3大核心誤區，幫助你更清晰嘅了解呢種保險嘅真正作用。第一個誤區就係，好多人以為按揭違約保險係一份當你還唔到錢時會保護借款人嘅保單，但係呢個睇法係完全錯誤嘅。佢嘅設計初衷並唔係為咗保障借款人，真相係呢份保險嘅真正目的係用嚟保障貸款人，即係銀行或者金融機構。佢哋透過呢份保險避免喺你違約時蒙受損失，確保佢哋嘅投資得到保障。呢個係一個關鍵嘅區別。具體嚟講，當你因為各種原因拖欠按揭供款導致違約嘅時候，保險公司就會代你向銀行賠償剩餘嘅貸款額。咁樣銀行就唔會因為你嘅違約而直接承受財務損失。雖然你作為借款人係支付呢筆保險費嘅一方，而且呢筆費用通常會計入你嘅按揭總額入邊，但係你並唔係呢份保單嘅受保人，受保人始終係貸款機構，呢點非常重要。所以你可以將呢筆費用視為銀行為咗降低高成數貸款所帶嚟嘅風險，而強制你支付咗一筆費用。佢係銀行風險管理嘅一部分，並唔係為你個人提供保障嘅產品。第二個誤區就係，好多人會錯誤咁認為，既然保險公司已經賠錢俾銀行，咁我欠咗債務就應該一筆勾銷，銀行就唔可以再追我數。但係呢個睇法係完全錯誤嘅，呢個係最危險嘅誤解之一，可能導致嚴重後果。真相係，當保險公司賠錢俾銀行之後，佢哋並唔會就咁算啦。相反，保險公司會擁有向你追討損失嘅法律權利。呢個權利喺法律上叫做代位權，佢哋會取代銀行嘅位置，向你追討債務。根據呢個代位權，保險公司可以，而且通常都會向你追討所有因為你違約而產生嘅損失，包括佢哋已經賠償俾銀行嘅金額，以及其他相關嘅法律費用同利息。所以，就算銀行已經收到保險公司嘅賠款，你作為借款人仍然有可能要為剩餘嘅債務負上責任。按揭違約保險絕對唔係一張免債券，佢唔會俾你擺脫債務責任，反而可能將債權人由銀行轉移到保險公司。第三個誤區就係，好多人以為按揭違約保險會喺我失業、傷殘或者過身嘅時候保障我哋供款，但係呢個睇法係完全錯誤嘅。呢個係將按揭違約保險同另一種自願性保險混淆嘅。真相係，喺呢啲特殊情況下，例如你因為失業、傷殘或者不幸過身而無法繼續供款時，真正能夠保障你供款嘅係叫做信貸保險或者按揭保障保險嘅產品。呢啲信貸保險或者按揭保障保險通常係由銀行或者第三方保險公司出售嘅自願性保險產品，佢哋嘅保障範圍同按揭違約保險完全唔同，係專門為借款人提供個人保障而設計嘅。所以如果你真正想保障自己嘅失業、生病或者其他意外情況下仍然能夠應付按揭供款，你必須額外購買特定嘅保單。呢啲保單係獨立於強制性嘅按揭違約保險之外嘅。換句話說，你喺買樓時被逼支付咗嗰筆強制性按揭違約保險費，1毫子都唔會用佢支付你因為失業而拖欠嘅供款。佢哋嘅功能同保障對象係截然不同嘅，呢點必須要清楚。總括嚟講，按揭違約保險雖然能夠幫助你更容易上車，實現置業夢想，但佢始終係為貸款人而設嘅風險管理工具，並唔係為借款人提供個人保障嘅產品。佢嘅核心功能係保護銀行，而非你個人。因此，真正保護自己嘅財務安全同物業，需要一套獨立而全面嘅財務規劃。你唔可以單純依賴按揭違約保險嘅應對未來可能出現嘅風險，必須要有更周全嘅準備。所以唔好再以為自己受到保障，為咗應對未來可能發生嘅意外同財務挑戰，
做好準備嘅最佳時間就係喺你簽署按揭協議之前，仔細審視自己嘅保障需求。專業嘅財務顧問或者按揭專家可以幫助你規劃好按揭同相關嘅保障方案，確保你同你嘅家人喺任何情況下都能夠得到真正嘅安穩，避免不必要嘅財務風險。想獲得清晰、可靠而且真正符合你個人情況嘅按揭規劃建議，立即去 liferay.ca 揾我哋。我哋嘅專業團隊隨時準備為你服務。我哋嘅專業按揭顧問會詳細咁幫你理解所有潛在嘅風險，並確保你得到一個真正保障你個人利益同埋財務安全嘅按揭方案，俾你置業無憂，安心生活。請即點擊屏幕上嘅連結，或者直接瀏覽 liferay.ca， 開始你嘅專業按揭諮詢之旅，為你嘅置業之路打下堅實嘅基礎。